問大家一句，你覺得運動員虛報年齡有幾普遍呢？ Indian badminton star Lakshya Sen for allegedly forging his age group. 巴黎奧運第4名，現時世界排名第10嘅印度頭號男單拉克什馬森喺最近被捲入年齡造假嘅風波。根據世界羽聯資料，拉克什馬森出生喺2001年8月，今年理應該為24歲，但佢被指控篡改咗出生年份，足足推遲咗3年。如果指控屬實，代表佢今年已經20有7啦。呢個指控性質非常嚴重，唔單止可能導致佢被取消以往嘅比賽成績，甚至可能面臨禁賽嘅處罰。咁到底喺呢個過程中發生咗咩事呢？事件要由2022年12月開始講起。一個叫納加拉傑嘅人向印度警方報案，指控包括拉克什馬森、佢嘅哥哥奇拉格森、佢哋嘅父母，以及前印度國家隊教練維謀庫馬爾，由2010年起偽造兩兄弟嘅出生證明，涉嫌欺詐以及偽造文件等罪名。當時森一家人向法院遞交請願書，高等法院批准暫停調查，發出咗臨時終止令，直到2024年2月暫停令被解除，調查才得以繼續。呢宗欺詐案一直毫無進展，直到投訴人提交咗一份關鍵證據。The complainant obtained the documents through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and an inquiry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Youth Affairs, which found Sen's father guilty of fabricating records as evidence. 呢份報告將矛頭直指拉克什馬森嘅父親迪倫德拉喺印度體育局擔任教練，喺印度羽毛球界頗有知名度，因此被視為呢種年齡造假案嘅核心人物。佢被懷疑利用自身職權為自己個仔拉克什馬同埋奇拉格爭取唔公平嘅比賽資格。不過當然，對於呢啲指控，森一家人全部否認，佢哋反指投訴人捏造事實，並可能出於私人恩怨。佢哋指出，投訴人嘅女曾經喺2020年申請加入一間喺印度知名嘅羽毛球學院，但係最終未能入選。所以作為呢間學院嘅創辦人之一，維謀庫馬爾認為投訴人係覺得選舉不公而懷恨在心，先發起呢場指控。放眼整個體育界，年齡造假並唔係新鮮事，唔單止喺印度，好多國家都有咁嘅現象。而虛報年齡嘅原因好簡單，將自己嘅年齡改細，可以參加更低級別嘅青少年組比賽，並可以獲得政府以及機構提供嘅獎學金同埋訓練輔助等嘅福利。而透過喺體育嘅成就，更加可以加入政府工作。為咗杜絕呢種風氣，印度政府多年嚟不停推出唔同嘅政策，包括喺2010年頒布全國反體育年齡詐騙守則。但係由於執法不足同埋各種社會因素，呢啲所謂嘅政策根本治標不治本。講返印度羽毛球嘅年齡造假問題，印度羽毛球協會近年因為揭發偽造出生證明，對多名青少年選手實施咗禁賽處罰，而拉克什馬嘅哥哥奇拉格就係其中一位。早喺2016年，佢嘅父母就被揭發涉嫌虛報佢嘅出生日期。當時印度羽協嘅文件顯示佢出生喺1998年，但居然用咗2005年嘅證明文件參加比賽，足足虛報咗7年。更離譜嘅係，而家投訴人聲稱奇拉格嘅實際出生年份為1996年。並引用咗一份帶有佢爸爸簽名嘅提名表格作為證據。講返拉克什馬，如果佢嘅罪名最終成立，世界羽聯好有可能對佢實施禁賽。對於佢曾經喺2018年奪得亞洲青年錦標賽冠軍同埋青奧會亞軍嘅榮耀，因為涉及年齡造假，呢啲獎項亦都可能被追回。目前呢宗案件仍然處於司法程序，調查結果仲未揭曉。無論結果如何，對拉克什馬跟住落嚟嘅比賽心態都會係一個好大嘅考驗。